有冇人同我一樣呢？都係炸醬麵同糖醋肉控啊！今次想分享兩間首爾必食推介，但地點咧都唔算近地鐵站，大家不妨考慮下搭 Uber 或者的士去啦。第一間係喺地鐵1號線嘅濟基洞站同清涼里站中間點，清涼里站嘅1號出口咧會比較近。今次下晝2點幾去到呢，佢嘅招牌炸醬麵已經賣晒啦，唯有叫佢另一款嘅乾炸醬麵，麵質口感非常之彈牙，配埋大量嘅洋蔥同埋肉碎咧，簡直係大推啊！另外都叫埋佢嘅糖醋肉，甜度咧啱啱好，唔會話死甜，肉質咧非常鬆軟，麵衣亦都夠晒薄，仲配搭咗唔同嘅蔬菜，食極都唔會覺得膩。最加分係佢竟然 serve 熱茶，最後我係連醬都清埋㗎。記得留意佢嘅營業時間，咁就唔會摸門釘啦。第二間呢係喺地鐵6號線2號出口行15至20分鐘左右。去到同店員講聲，佢哋會幫你落咗單先嘅。上網見人哋啊要填簿仔排隊㗎，當日係平日下晝等咗10分鐘左右就入得。佢呢度係得乾炸醬麵嘅啫，我都點咗一份嚟試。個炸醬係炒得勁香勁重鑊氣啊！麵質同第一間唔同，佢會比較煙韌少少。配料咧同樣亦都係加咗大量嘅洋葱。另外都嗌咗呢間嘅糖醋肉啊，發現佢先至係 MVP。佢肉質軟腍咧就唔使講噶啦，外皮咧係炸到脆口嘅，咬落會有嗦嗦聲噶。同埋應該係因為佢加咗辣椒一齊炒啊，所以咧個汁會甜得嚟唔會漏。同埋個台下邊咧竟然好暖心咁有部暖風機啊！到最後當然都係清晒台啦。記得留意埋呢間嘅營業時間。就係咁，記得分享俾你個朋友睇啦，拜拜。